田自瑶的树，幸福好团结。也是一个中途佛教的故事，包含7个学生的佛教高中主任甘先生。你问他，客家电视做了田自瑶的书，喺引力上用种他某种的方式啦，形式啦，我哋做戏剧哈。虽然讲过2年前有做过法术学嘅用品哈，专门针对嘅后生人做嘅哈。如果想讲哈，迄讲要希望看较多嘅后生人看嚟客家电视嘅哈，一定要做到嘅加到较有兴趣嘅题目。比如说，也出戏咪讲用国中生嘅角度啊来看下沙皮哈，看下条问题嘅少年啊，加条做嘛用会变到问题少年哈，用乜嘅方式哈，教育加条当做嘅，加条变得较好哈。迄只以教育为题材嘅一只戏剧。戏剧伫准备阶段遇到嘅最大困难，除咗係戲讀中學員嘅重建之外，就係設立中讀生嘅人選。喺戲劇人員52嘅學校行跳跳，選出14個來訓練，特別包含散打跟表演訓練。我跟小任导演讲，我说如果你需要我来帮他们上点课，然后不管是戏剧方面的，或者是就聊天好了。然后那时候的他们比较到处飘吧，那个心思，那个眼神都到处飘，然后不稳定。那天是蛮关键性的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上过课以后，然后突然有什么领悟还是怎么样，或者说被雷打到啊，我不知道，就忽然对，就每个都还蛮会演的。除了小演员之外，还有4个主要演员，有演带等小朋友共下来做戏。这是张正义，然后这个角色主要是阳光学园的老师。这个老师特别的地方是他一些酗酒的问题，他曾经是这个阳光学园的中辍生，然后现在回这个学校来教书。面对学生的问题，然后同时看见自己的问题，这样子。当然正义它本身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可是它从阴郁变成一个比较阳光的吧。希望它阳光的起来了，我不知道，目前看起来不太像，都阴天。可是最近有人跟他讲，他很恍神，那个角色，可能是喝酒喝多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有点眼神会飘啊，或者是走路会摇啊。他说他模仿我，上课，快点，进教室上课，快点，快点，来，对他小平，哦。我记得第一天来的时候呢，当然就跟我说，玉秀呢，她就是一个非常热心，然后就是大神，然后我就一直抓住这 keyword， 然后就一直你知道，结果现在呢，好像据说平常就是大家都是叫我，觉得那个大神你怎样，就是说怎么会有人这么融入这个剧情里面？可是我觉得很开心，是因为他的大神其实是很可爱，轻电影下的。因为他很多他的反应都是很直接、很直率的。金针菇这个角色，因为他对我的解释会变成说一个该反正就是该哭的时候笑，该笑的时候哭的一个角色来去看这个人。那个静姐本身有一种奇怪的特质在啊，那他就还蛮好笑的吧？对，蛮好笑，就一个很大神个性的人，对啊，但
他也不能一直大神到最后，所以后面有慢慢调，把它调成比较有细心啊，比较他同时其实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角色有成长。带领之下，哎呀，学生诶，10分3盲达标，但他技术上有精彩嘅表演，係看到好看嘅時間，拜託啊咧，老技術上朴樹好啊！所以個鉗子窯嘅樹呀，出去呢，我是做中途學生，中途嘅專門修了條模擬小嘅小學嘅學校嘅高中啊，做落課嘅咧時間過凍夾啊，以前都做以前都是小生呢，現在落課嘅咧。人家很猛來講，我哋頭髮是用半去怎麼去染的？哎呦，不必染的，光陰染的，時間多了自然就變了呢。他這個角色的層次會比較多，然後我相信他做得到，因為又那麼多癌症，他本身也蠻多病的，對啊，然後身體也虛弱，那可是熬夜常常在笑，我覺得他工作的角色要常常笑，對啊，他笑起來也還蠻可愛，一個小老頭，然後背後藏了那麼多想法跟過去，可是他還蠻勇敢的，然後每天就很冷啊，還在出通告啊，或者是還是會講笑話，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詮釋一個對生命的態度啊，我覺得還蠻接近的，只是把他這些力量給他轉化到戲裡面的角色，然後變成對白，把它講出來，就還蠻有趣的。但後面死翹翹也死得蠻精彩的。對啊，就好啦，當然決定了啦。老了，你慘呢？唔專所以開算盤呢？拜託，一下問嘢不卡有算盤？有啊，用啊。我現在我裡面前段題還有記下你或春批啊。好咯，來，慢慢講就講。咱明年做唔得咯，有婦人家講嘛該就做嘛該，聽到？來，我來傾訴誒，冇緊冇，來。想清楚下，你也是冇加班費嘅哦。呀哈，沒錢的問題啦，來。在戲裡面《千紙鑰匙》裡面，我是演一個教務主任。可在教務主任呢，搞得很老高，老高。為什麼很老高呢？就是一個小氣、節儉、怕老婆，然後怕事情，就是所有我們想到的那個小男人的符號都放在他身上，就是這麼一個甘草人物。那個戲裡面，誰最有趣呢？这什么问题啊？不能問嗎？你是說戲裡面還是戲外？本人還是什麼？戲裡面誰最有趣哦？戲裡面是主任啊，主任在戲裡面超可愛的，好不好？就是他算是一個詼諧性的角色，就是他在戲裡面，因為如導本身就太可愛啊，每次看他演戲都很想笑場。你不會這樣覺得嗎？我都沒。那不然你覺得誰最有趣？啊？你覺得誰最有趣？你問我。馬庫羅。馬庫羅最有趣。我覺得大家都挺不錯的。好官腔哦，這個小孩子，你才幾歲啊？你幾歲？怎麼會這樣？誰教你的？誰教你的？這是我們內心裡面的。而且他現在在發抖，你現在在緊張是不是啊？是，你不要抱着我就好。隔離。你平常。我們這邊有一道牆，這邊有一道牆。你平常明明不是這樣的，你在鏡頭前想裝 man 啊，好不好？被你發現了，怎麼可以這樣？是不是？劇組馬上愛請一個弄出的人來做阿太嘞，扮嫖娼嘅後生嘅來做金毛，請一個性格像西拉爺嘅人來做小皮，一個骨皮嘅人嚟做太口誒，
不过伫深度语言过后，桃园上岛运用的去呈现语言伫戏出程度的转变，想来想去就改变了本单的想法。阮无经验的演员来做一条角色。小星星。阿达。金毛。大胖吗？伟哥呢？伟哥，小星星妈妈来了。你好，我是爸妈。我好喜欢他尴尬的脸哦。对啊，我好喜欢尴尬的脸。我好喜欢看他尴尬的脸。东东跑掉了。东东跑掉了。伟哥。对，我是小星星。我是小平。我拍到以后要拍24小时。就我觉得好像变很乖巧的感觉。很乖巧。然后头发绑起来，整个感觉是那种很活泼，然后很爱巧啊。audition 我们有遇到，然后他那时候甄选是我们主任推我们去，然后大概只有选6个吧，我不知道，差不多6个人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乱演。你原本是谁的？乱演，我本来是演他的角色，他演我的角色。然后他头发本来这么长，然后后来可能是因为个性的关系吧，感觉眼睛是眼睛，因为他是说眼睛，我的眼睛比较无辜，因为我戏里面那角色没有妈妈，对，所以他那个角色是被打，就是他爸爸打他，然后他是一个算倔的女孩，对啊，所以就是他是导演是看眼睛来选，最后就是谁演戏这样。而且那时候我原本没有去试镜，是突然在走来走去，而且刚好那天我刘海绑一只像狗一样，然后就对真的，然后那天就是超忙在忙学校的事情，然后就没有去试镜，因为刚好我们班好像也没有被看到，然后就我要去办公室，然后就被导演看到。对，我们audition是一件很现实的事。金马走。金毛本身其实他如果是黑头发的话，其实还蛮乖、蛮可爱一个小龅牙的男生这样子而已。那我们把他弄成金毛就有另外一个样子在。当然他跟我们剧本上写的金毛不太一样，他并没有那么的满脸横肉啊，或者是全身刺青这样子。那他反而是用自己一个比较容易表现出来的层次。让他就他自己用他一个比较容易表现出来的层次，然后去诠释这个角色，反而有另外一种他个人的魅力在这一次让我觉得很压抑的是第一次演戏的这个金毛，他第一次演戏，可是他演得很好，这年轻人有前途，我觉得他适合当演员。因为，譬如说有一场戏，他戒毒，然后叫奶奶把他锁在自己房间里。那当然他没有吸过毒，他不知道戒毒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上网去查一下，吸食哪一类的毒品，他在戒毒的症状这样子，或者说他在吸毒的时候发生的一些症状。我只是跟他讲而已，说你要不规则的抽血。是我那因为我跟他的对手戏，我就教他这样子，你要不规则的抽血，要抓自己，而且还要哭哦，他都做到了，而且演得很好。好，快走！不要放这么重，你的表演才会越来越自然。所以我上次有跟你讲当下的那个东西，训练当下的那个判断力，看见来了，然后还要在对的时候走，然后又是自然的，
他只是想要跟我分享而已。对，我们还算还蛮，对，真是的。只是分享最近拍的东西。臭屁一下，我可以让一个小孩子都愿意跟我分享，好开心。对啊，这时候的小孩子不会，不太愿意。他一开始就来了，对不对？你一开始就来，你5堂课都上了嘛，对不对？对啊。可是讲话他都有听进去，脑筋在转，我看得出来。东东其实，在某些场次，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在表现。东东自杀那一场，他爬到屋顶上去以后，那我有试着叫他做一些动作或什么，那他做不太到，那我自己就会蛮纳闷的。那于是就在某一个镜头，我蛮贴近的看着他，因为他脸上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然后后来我自己当然也才理解说，东东这个角色并不是那么外放的一个角色，而是说他的变化是发生在脸上，不一定是在肢体上面，所以就可以用很特写的部分拍他，让观众去看到他那个变化。因为戏出度东东做嘅係小活又刺鼻嘅聲音呢，故所導演為伊安排嘅一場對木檔跳下來而刺殺嘅劇情。哎呀，真是會捉。背。你會啊，跟起來哦。你給我。我等下看一下有沒有怎樣。一條擼到一條去。還好。普通大條。要不要？搏命演出。玩蝙蝠。不用。你看那脚这样子。所以他可以回来演戏了吗？还不知道要看他复原什么。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正常？他才刚开刀，其实没有几天，我们大家都很辛苦他，因为他真的是个好孩子。他那时候受伤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怎么办，他要怎么对这个剧组交代，就觉得很心疼。因為太可愛伫戲外撮爽嘅，故所戲度就安排嘅一場太可愛撮爽嘅戲。導演，我要跟他往那邊走。什麼？往那邊走。你走得動嗎？等一下再跟你講。好。我用畫面進去。你跟不是先走。不是帶小英先走。所以他不會打。他不會打，他只有被打，他來不及打就腳就斷。像阿达那个角色，他本身也很善良啊，很乖啊。可是他是因为家里环境的因素，然后老爸老妈是老爸在开卡车的吧，然后老妈是外籍新娘，老妈是外籍新娘，所以他自己在小时候并没有接触到太多说国语的部分。然后所以他进了小学以后国语也退步啊，功课也跟不上啊，然后在同台前就非常容易被欺负，所以，然后再加上讲话有点阿达，然后所以在续场的部分就有放到他进校门的时候一直被同学欺负，被扒头，让他不敢进校园，然后离开了这边，然后被送到这个学校。阿达乖哦，加油！你这个礼拜一定要把99乘法表背好。好，麦考。盖下去。太滑了。中天伫戲外就是教條王，為帶條來做戲嘅準備。第二天時個學年，
伊就带阮小演员来打篮球，好伴大家的眼神更小暖。我从小朋友身上学到的是从他们身上看不到的东西，从我自己身上也看不到的。因为小朋友能给的演法只有一个，就是真。他只有真的来，他没有演技，没有技巧，但是那个真才是大人们最难做到的事情。那我每天，我看在旁边观看小朋友演戏，比观看那些前辈们演戏更多，因为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我可能还拥有，但早就失去的一种观点跟一种了解这个角色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面对他们，然后想跟他们更像、更纯一点、更不靠技巧一点。啦啦队。很冷。嗨，我是范小平。因为太冷，我的鼻子真的过敏，然后不能吹风。好了，拜拜。哎呦。回去你的窝吧。很开心看到他们现在，都快哭了，好棒！他们那时候很青涩，才过几个月，现在长那么高了，我觉得样子整个都不一样，很棒。从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对这一圈都不懂，然后到现在会感动，看到他们，我是没有24小时待在这边，可是我每次来，每次都看到他们在进步。所以到现在就感觉上那个差异很大。我所谓的差异可能跟外观不一样，我觉得是跟那个心比较满足吧，心充满了满足感。我觉得他们现在是这个状态，他们觉得他们被需要，他们懂了自己站在什么位置，然后他们尽力的去发挥。我看到的是这个。那因为刚开始第一次跟他们碰面还没有开拍，只是那时候觉得就挑这几个小孩子，然后挑到的时候角色也还没有定，所以一路到现在就觉得很开心，棒。他说吼，等一下那轨道穿过去的时候跟着玉秀走。讲一下话之后就跳了，等一下再给我播一个安呢。